后来要过年咯，伫台中地个市场咧卖100块的年菜。去年前推出了后，每一年民众拢排队抢买。尽管这个原物料起价，但是店家也是坚持无起价，老顾客是真感动。另外，婚姻有病院用青菜水果来做出着会当提升免疫力的年菜，要互民众食出健康，食出活力。1、2、3、4、5、6，600。要拿出年菜，干那600块尔，乡亲都讲有够会分。对，我今天特别早来。怕买不到就对了。对，买不到1000块，你看这么多，吃不完了。腰线低卡佛跳墙、红烧肉丸啊，上受欢迎的年菜，食拢总有。乡亲免家己传料煮年菜，真利便。为什么想一次买10道啊？买那么多？要拜拜啊！所以我们煮一点一点很难煮。这间7年前推出100块年菜，有真侪民众来咧收钱买。就算今年蒜头一斤为70块起到95块，椒两一桶为11块起到15块，因坚持年菜无起价。卖开真侪钱安尼吼，会当买到这个现做新鲜传统古早味的年菜大家安尼会当真欢喜来围炉来过年安尼。另外，分林这间病院营养师利用增加免疫力的青菜水果，做抗氧化防老的年菜，比如讲肥凉花卷、紫米八宝饭、花菜烘猪排，虽然不是大鱼大肉，也不过改变煮食方式，同款是香港讲。枸杞的部分是贝塔胡萝卜素跟维他命 C， 其实对我们视力保健其实都还不错的。大选饼完政治出来准备过年饼经济，年菜爱食了好食澎湃，嘛爱食了健康，更加爱省钱。